根据户政资料的显示，台南市北门地区人口数去年已经无到1万人，到今年4月底，人口嘛只剩9905人。对此，大北门地区出身的议员彭一峰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探讨人口的流失原因。除了人口的老化，另外议员嘛以就业机会少，以及交通无利便为例，为了解决溪南的塞车，议员认为溪南、溪北一定要平衡来发展，因此建议溪北到南科要来兴建跨闸门溪的大桥。所有货运物流距离时间成本呢，拢是爱看这个交通。咱厂商要入来，嘛是要看你的交通的便利性啊。厂商若无入来，就无商机嘛。地方所以讲要留人嘛有困难啦。所以讲呢，本身就建议讲，咱台南唔通都重南轻北，尤其呢，咱即摆咱看咱台南、溪南这边遮逐工咧塞车塞甲过路路拢一直在塞车。这咱看就讲诶，咱一定爱均衡发展。即摆交通区呢，真侪拢起伫咱溪北面，非常需要咱将咱交通来再串联起来。那么将咱溪北整个甲南科做一个串联，即摆规划讲呢，伫南41线接咧台江大道甲南科这个五桥中路跨正文溪这4道173线嘛，局长，该当来甲咱市民报告一下，因为做者市民足关心，一直在问。甲你的迄个都市计划去做一条接南41线去接过来新集工业区的这一条的桥梁，那总经费这条桥梁大概在63亿。那目前为止，我们其中的一个规划报告大概完成了，大概在年底的时候把期末报告完成了以后，我们会去跟中央去争取相关的预算。那另外谈到的就是对磨刀的假处寮搞迄个咱横跨几条桥去衔接五桥中路这条的桥呢，它因为比较上游，所以说它的费用稍微比较少一点，但是也要大概将近50亿，所以我们也现在跟这2个桥梁其实同样都在同一个时间做一个规划。针对工务局的回应，2条路线包括南41跨闸门溪桥，大约需要63亿。另外，对假处寮到乌桥顶路需要50亿的经费，2条总经费113亿。议员烦恼，如果中央只愿2条选1条，到底对1条较重要？对此，工务局嘛回应，2条拢真重要。李市长嘛表示，上好2条拢爱做，预计今年底之前会来完成规划报告，送中央来争取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